高雄的人武这几年人口快速增加，最近有民众伫网络发起联署，认为人武的公共运输建设是真不足的。这新的捷运路线爱伫咧人武设一个站，联署也未一个月已经超过1500人支持，市政府爱伫咧5月初时进前有具体回应。 来到高雄人武有真侪长咧起建案，人武的总人口数已经有10万人，也是高雄市10年以来人口数成长上侪3大行政区。即卖有民众伫网络发起联署，希望人武爱建设捷运站。当地居民也反映，人武是无火车站，要坐公车嘛爱等足久，认为有捷运会较方便。就是交通方面有较无较方便，因为阮拢搁爱去高铁站开车去。 桥倒摆去，当然若有捷运，阮会当直达。民众伫公共进行网络参与平台提案，无一个月已经超过1500人联署。当地里长表示，市府八当前本地有规划，捷运的经线会经过人武，到达拢无动工。针对已经有1500人联署，高市府5月初时进前爱回应。人武捷运站的设定所在较适合就是湾北。 湾北即个湾北重划区的湾内国小，因为伊只有伊若伫地下开，遐附近拢较侪公有地啦。所以我们整体路网规划的部分已经有把服务人武的捷运的路线有纳入到规划里面当中哈。预定的话，大概就是今年113年新地哈，我们会完成整体路网的这个规划。 这几档高雄捷运路线一直延伸，其中支线评估报告按算今年6月完成。支线是整合燕巢线甲油冲线，经过6个行政区，沿线人口大约80万人。交通部也回应，若是审查通过，会加速支线建设。记者钟义辉、邱昭荣高雄报道。